看的信息，咱来看信息199首。主啊，啥人会通寄啊？咱做伙来读歌词来读一遍。第一站来，主啊，啥人会通寄他踮伫你的步边？至大上帝，你的圣山，啥人会通徛起？就是所行正直的人，所做也是公义。伫伊心内所受逐项，讲出诚实真理。伊无用之来加误人，无歹款待朋友。伊对厝边无找空芳，无想要报冤仇。伊用目睭看清非类，尊重听主的人，发出咒詛，虽然撇开也无变换摇动。伊阮照人无为利息，无受铺路做歹。即号的人得主能力，永远坚固自在。好，咱听经来弹一遍。来，主啊，啥人会通寄他踮伫你的步边？是我上帝你的心上，啥人会通徛起？就是所行正直的人，所做也是公义。你心内所受的，讲出诚实真理。伊无言之来加误人，无歹款待朋友。伊对厝边无找空拍，无想要报冤仇。无变化动摇，伊阮做人无为利息，无想套路做歹。是好的人的主能力，永远坚固自在。这是咱礼拜进前要唱一首诗。他的歌词真简单，就是咧讲起咱基督徒诶，咱诶做人行迄个行大所做，哦，咱就是逐日都甲咱诶家庭，还是厝边，还是甲伫公司组织诶人咧互相咧交陪。啊，咱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诶态度。啊，第二首咱来唱圣诗583首，原主春日圣曲，这第前一版的圣诗是249首 A， 啊，佮有一首是249首 B。啊，这首诗的歌词，迄个作者 Taratius 的迄个波纳，伊是苏格兰爱丁堡遮的人，伊的老爸是律师，几个家族拢总364年，拢做牧师。所以，伊家己本身嘛有11个兄弟姊妹，啊，另外有2位牧师是伫苏格兰爱丁堡真有名的牧师，啊，伊本身嘛有得到迄个神学的博士，哦，佮去格拉斯哥，啊，佮去其他的所在去学习，啊，特别是伊真贤写诗，哦，伊我昨咧查伊的信息，迄个10几首，伊迄拢英文的啦，啊，我有用 YouTube 去听，我听到3、4首都拢真熟。
啊，这249首，因伊的歌词写得真好，所以有无共款的版本。所以咱今仔唱的就是这个叫韦伯。韦伯这个作曲家，伊有真有名的一个作曲，就是迄个《魔弹射手》哦，这个曲。啊，《魔弹射手》伫旧年2023年有伫咱高雄的卫武营哦有盛大演出，伊是德国第一个浪漫歌剧的一个作者。啊，咱这首诗就是对这个歌剧的序曲。我昨有听伊的序曲，拢总是差不多10分钟57秒。啊，咱这首诗就是对这10分57秒的1分20秒到2分40秒。哦，所以非常这个真阳光善良慈爱的这个调。但伊的序曲10分钟的中间，有这个魔弹射手，伊内面就是讲起伊个善甲恶，哦，肉体甲灵魂的竞争，所以用这首诗就是非常神圣，会当来激励咱。啊，伫这首诗，咱的台语讲愿主顺你伸手。但是咧英文伊讲 Thy way, not mine, O Lord。我是讲伊这讲较清楚，是主你的路啦，并毋是我的路。所以咧，咱常常咧做基督徒的时阵，在咱的生活是在咱信仰中间要做决定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我拢赢过主这个你？所以这首诗的歌词对咱有足大的勉励。哦，那我昨咧唱的时阵，特别我就想起，咱伫9月29，咱教会中级要搁定期改选。我相信这个歌词对咱所有的中级，还是未来的中级，拢是足好的勉励。互咱来读第一段的歌词：愿主顺你伸手，牵我做我保护。虽然拄着引诱，我愿行主的路。检彩伫黑暗暝，也是山坎深渊。主若是你旨意，我行无尾眼前。好，咱心来读一遍。咱哪唱来哪思考这个歌词，咱要回应牧师今仔日的讲道。愿主顺你伸手，牵我做我保护。虽然拄着引诱，我愿行主的路。无面前，我无我哭起来，也无因我的悔，无了家己的事来经袂起的位。
阮当拢无错误。求主甲我安排，我所着你的陪，那是主你所爱，我断无要失体。无论心看欢喜，啊是悲伤时节，主你着听满意，我愿追求来至。虽有困别冷热，故有时时盼海，我若受主体恤，心就安然自在。愿世界真罪恶，拢要你出面前，通这最上帝国，亲像你表天地。练习到这。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，请大家备办心，请安静，动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上帝真正要徛起地上吗？看天甲遐个天的天，上请无够也，互你徛起。何况我所徛起即间殿啊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！愿你阿罗少年你的奴仆会祈祷恳求，来听你的奴仆今仔日所祈祷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。愿你人民看过即个殿，就是你所讲起我的名要伫遐的所在，来听你的奴仆所即所在祈祷的祈祷。你的奴仆甲你的百姓以色列即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听因的祈求，愿你伫天里你徛起的所在来听因，你听见就赦免因。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199首，圣诗199首，请起立。只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罗英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。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实，信过公道的教会，信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第19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应文第19篇来应答上帝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我乱无上主的殿院，要到昏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切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寿。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，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经过的大数山谷，拢变做泉源。因哪行哪有力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
点日的电院点一日。我宁可地理上帝的厝过门，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你予咱恩惠甲光荣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同心来祈祷。现在万军的上主，你的荣光充满全地，诸天宣布你的荣耀，强腔传扬你的作为。你是创造的主，是国啊甲生命的主。阮要压落伫你的面前敬拜你，因为万物拢出伫你，倚靠你，归伫你，愿荣光归伫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奇妙大能的天父，你是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无快快受气、大有慈爱的上帝。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听阮的祈祷，你对阮有上好的计划，你是阮一切平安甲喜乐的源头。主啊，你知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祸的意思。你要互阮路尾拢有五望的。主爱天父上帝，伫人袂用的，伫你凡事拢会用。你讲有就有，你命令就徛伫。你的权能充满了宇宙中，阮感谢你。当阮软弱的时，你加添能力互阮；亚善的时，你互阮气力，互阮凡事听候你，要得到新的气力。感谢你，照着你的圣神。将你的能力充满降落伫阮的心内，互阮马亲像因照展示飞悬，行走你的道也袂野，跑走你的路也袂深。感谢你，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又引带阮自己伫圣殿同齐笑念你的疼甲恩典。当阮亲近你的时，阮看到家己行为的罪，甲心灵的垃圾。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显明的罪，抑阁有阮捌伫你内面只有你知的罪。求你施阮赦免，清去阮的心，帮助阮重新立志学习主的款式。阮知若无你的救赎，阮无法度成做一个新的人；若无时时跟缀你的脚步，无法度坚固阮的信仰。求主赐阮智慧甲信心，赢过各种的试炼，互阮行伫你的旨意中间，成做一个你欢喜的人，也成做别人的祝福，来欢喜明白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头，阮是教会的肢体，求你保守看顾阮的牧师、传道。中一同工甲会友，使阮有合一的心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关怀，服侍教会甲社区的各种事工，来传扬主的福音。愿主的信心甲阮同在，愿将这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接纳。愿信心摆列以上的祈祷，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音讲。
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，台语汉语本圣经223页。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，台语汉语本圣经223页。结尾来讲，恁着踮伫主甲伊溃烂的权能来仰仗，着称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遮的诡计，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敌血气的，就是抵敌遮的办证书的，遮的掌权的。甲即个暗世遮的君王，以及天中派的神类，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，到恁已经做成拢总的事，也有缘徛在，所以着徛伊伫用真实下药，用伊做好神镜，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骹里。搁着耶神的盾牌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的火箭，搁领受拯救的头盔，以及神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，时时伫圣神来祈祷，谨慎伫即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神，也替我求，互我会开得开喙，好胆来讲。互人知福音的奥妙，为着即个我做挂念的亲戚，也着求互我伫即个奥妙会好胆照我所应该讲的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穿着战甲骨，穿着全副战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1968年，伫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少年人叫做赖瑞，伊互送去疗养院。赖瑞的老爸是卖石油的，所以赖瑞伊自细汉就真侪物件，互人真欣赏。亲像伊有豪宅，伊有好车，伊无欠用的金钱，伊嘛有女朋友。但是即个赖瑞较定定感觉空虚，伊的老爸老母嘛一直无法度明白，为什么因的囡仔会遐尔啊无快乐。所以赖瑞就去找医生，医生诊断出伊是情绪的问题，所以就安排伊入去疗养院伫遐接受治疗。但是伫病院内面，伊反倒搁较艰苦，因为伊无亲像其他的人遐尔严重，并且伊食的药啊也无法度来互伊进步。所以伫甲爸母参详了后，伊的爸母就准备要安排伊来转院。伫要转院的前几工，伊离开病房，行到大厅，看见伫壁顶有挂一支十字架，迄是一间天主教的病院。伫十字架顶刻有4个字，是 INRI。赖瑞伊毋是基督徒，所以伊毋知影讲这4个字是拉丁文，就是耶稣拿撒勒人犹太人的君王的意思。伊看到安尼十字架，伊就将十字架摕落来。伫遐看，伫遐思考，但是安怎想嘛想无，迄到底什么意思？但是当伊伫病房的走廊行的时，每一届伊看到十字架，伊就甲十字架拢摕落来。所以伊手内面的十字架是拿来拿做，无偌久就引起病院内面修女的注意。修女就要阻止伊，想要将十字架甲摕转来，但是赖瑞毋肯，就走互修女来入。伊一边走就一边话讲，伊的名毋是叫做 Henry， 伊叫做耶稣，伊叫做耶稣。伊掠做这4个字是 Henry 的意思。一个毋捌耶稣的人，竟然会当叫出耶稣的名。但是因为伊遮的行为，所以接续落来几啊天，伊就互关伫病房的内面。无想到伊伫什么拢袂当做的情形下面，也无人教伊的情形下面，赖瑞就跪落来伫遮祈祷。伊嘛毋知安怎祈祷，只有一直呼叫耶稣的名。但是就伫即阵，有一个声音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囡仔，你要将我的信息传互即个世代。
你也去传讲我的道理。隔日，伊的医生入去病房来看伊，感觉讲伊比前几工平静真多，就问伊讲为什么你迄工要将事假拢摕落来？这个赖瑞回答医生：我已经甲上帝相赌，并且上帝对我讲话。但是这个医生感觉莫名其妙，但是看伊的情形已经安稳落来，就安排互伊出院。这个赖瑞出院了后，伊就开始去传福音。伊非常热心，想要甲人分享关系上帝的代志，但是无人知影伊的内力，所以无一个教会敢接纳伊去教会分享。伊只好对身躯边的人开始讲起。后来真无容易，伊故乡的教会接纳伊伫某一个礼拜日会当上台去传讲。当伊徛伫讲台，看见台下下骹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。这个人满面喙鬚，然后头毛长长，看起来憨神憨神。后来赖瑞才知影，这个人叫做杰瑞。这个杰瑞是一个摇滚乐团的团员，但是当地人对伊是搁怨切搁爱。赖瑞迄天就伫台下顶，甲大家分享家己甲耶稣相赌的迄个经验。礼拜结束了后，迄个满面全喙鬚的杰瑞，马上走到伊的面前来，甲伊讲：我的情形甲你今仔日所讲的完全同款。你讲的话是我这半年以来我上听会入去的话。原来这个杰瑞伫半年前转来伊的故乡，每一个礼拜伊拢会载伊厝内人来教会，然后顺续伫遐坐伫听礼拜。所以赖瑞伫港岛煞伊转去。但是伊的心已经放袂落这个杰瑞，有一天伊就敲电话邀请杰瑞伫一个聚会中间，甲伊做伙同工，帮伊弹吉他。伫迄天的聚会就伫因两人真好的同工的下面顺利来完成。伫迄天的聚会了后，赖瑞就塞车载杰瑞转去。一路上，这个杰瑞一句话拢无讲，直到厝啊。这个杰瑞开喙第一句就问讲：赖瑞，敢有其他关系这位耶稣的代志？所以赖瑞就伫车顶甲杰瑞分享到半暝3点外的时，听了后，这个杰瑞佫问伊讲：安尼我是要安怎才会当知影这个耶稣，然后我才会当得到咧？这个赖瑞嘛拄啊信主，伊嘛毋知要讲啥，伊唯一会当讲的就是伊所知影的。伊甲伊讲：你只要拍开圣经，你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，这是伊唯一会当理解的经文。所以伊甲伊的朋友杰瑞安尼讲。然后你读了后，你跪落来祈祷，你呼叫耶稣的名，你就知影你已经得到啊。所以这个杰瑞回去就按照伊的朋友赖瑞所讲的去做。伫迄天暗时，上帝呼召伊，并且拯救伊脱离4年外毒品的生活。过无偌久，这个杰瑞佫去找伊的朋友，叫做梅斯。梅斯一看这个杰瑞，敢若甲以前无啥共款，就问伊发生什么代志。杰瑞就将伊拄着赖瑞，然后安怎接受耶稣的代志，嘛分享互这个梅斯。无想到梅斯嘛问伊讲：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？杰瑞就将赖瑞甲伊讲的遐物件，佫讲出来。你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，然后跪倒来祈祷。这个满面喙鬚的杰瑞，不但帮赞伊的朋友梅斯接受耶稣，并且伫接续落来的6个月的内面，伊嘛带1000个人信主。了后，杰瑞嘛甲赖瑞做伙去读神学院，成做上帝使用的传教者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李赖瑞牧师亲身的经验。伫伊即个见证内面，咱无看到讲人有在做什么的成分，咱看较侪是圣神亲自在做工。因为赖瑞、杰瑞、梅斯这3个人，无一个人有接受神学的教育，嘛无接受任何教会规矩礼仪的教导。但是圣神感动，互因接受耶稣，互因性命得到换新。圣神，咱伫使徒行传会当看见圣神奇妙的工课，但是
信心的工课，毋单伫使徒行传，嘛毋单伫初代教会，嘛毋单伫一寡需要改变的人。信心是伫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咱的身躯顶拢有的。亲像提多书甲咱讲，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，上帝有将信心丰丰富富甲咱灌压，所以，互咱知影信耶稣的人，咱就有信心，并且信心要引带咱搁较认捌上帝。伫约翰福音14章26节有讲，毋过为做者，就是被因我的名所册来的信心，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信心嘛会帮助咱抵挡魔鬼的引诱。保罗有讲，因为人人性的欲望对抗信心，信心对抗人的本性，这两个互相敌对。信心甲咱即个软正的肉体是互相对敌的，所以咱若无信心伫咱的内面帮助咱是无法度来抵挡引诱。上好的模范就是耶稣，耶稣伊满有信心，所以伊会当伫禁食40天，伫伊的身心肉体上软弱的时刻，魔鬼的引诱嘛无法度来起任何的作用。但是你会讲，迄是耶稣呢？耶稣才会拄着安尼情境，啊我咧，我敢会拄着？我敢有遐尼啊需要信心，甲我同在来帮助我来对抗魔鬼咧？其实咱对战争的观念非常的青分，咱较惊是恶中啊，当时会拍过来即种的问题。但是对伫咱每一天会拄着属灵的情境，咱较无意识，迄到底有偌危险？亲像咱做的决定。咱甲人的讲话，咱甲人的关系，遮个拢充满引诱。每一天，咱就好亲像伫战场共款。有的人犯罪惯势，一个仔就互魔鬼诱去；有的人听叹上帝的话，虽然利益伫伊的面头前，但是伊无摇动。但是我想，大部分的人拢甲我共款，咱每一天伫邪恶甲善良的中间。不时互诱来诱去，所以咱的心嘛陷落伫不安的内面，无法度来得到安息。另外，咱嘛应该爱知影讲，咱是得甲上真正，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宇宙统领者、管理者、掌权者在交战。而且讲，咱交战的对象毋是遐有飞弹、有战车的军队，但是咱伫遮拍即场属灵的战争，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战争呢？真侪人会过头使用即个名词，动不动就讲出这是属灵的战争。亲像有的人困过头，袂赴来教会做礼拜，就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有的人互人诊断出得到歹治的毛病，嘛会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甚至最近伫邀请兄弟姊妹参与中职的改选，嘛有的人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但是伫孙宝林牧师神学家孙宝林牧师的册内面有非常好的提醒，伊讲属灵战争的源头是甚物？就是魔鬼。但是当咱提到魔鬼的时，代志有当时啊会感觉敢若有一点仔黑白无分，一点伫迄个灰白的地带。孙牧师引用这个路易斯伫1947年有一本册《小心魔鬼很聪明》这本册内面的序言有讲，人类可能对魔鬼的认捌陷入两个同款的错误。伫一头，因无相信魔鬼的存在；但是伫另外一端，因不但相信，并且是沉溺其中，就是非常非常相信魔鬼的溃烂。亲像咱定定不时会讲着讲，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孙牧师继续引用路易斯的话讲，咱读者爱会记哩，魔鬼是一个讲白贼的。用保罗的话来讲，就是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，毋但是即个肉体，咱看会见的肉体，搁较
准确来讲，是即个肉体背后的迄个溃烂。即个溃烂会当用一种客观合理的形式来出现，但是伊是讲白贼。即个规格会当伫世界潮流宣传中间来出现，但是伊是白贼。魔鬼规格嘛会当照着专业的形象来包装来出现，甚至出现伫咱的法律，出现伫咱的特殊内面。但是咱嘛爱知影，连这物件嘛可能是讲白贼。所以魔鬼的规格看起来无一定是搁歹、搁歹、搁臭，伊可能假做是光明的天使，用安尼的形象来欺骗咱。所以咱要倚靠上帝智慧来辨明，咱是得甲谁争战，咱才会当备办好适当的武器来对敌。因为你若是用战车来牵石头，一定是一场无法度拍赢的战争。所以保罗伫接续的经文就甲咱讲，咱是要安怎来拍赢这场的战争。保罗写这场批示是互关伫罗马主内厝内面，所以但是伊虽然互关起来，但是伊有某一种程度的自由，所以伊当接待人客，伊会当伫遐写批。但是因为罗马政府恐惊讲保罗逃走，所以派一个24小时的罗马兵甲伊做伙。所以伫20节，保罗自称做挂铁人的大使。咱就知影讲，伊是互关的，但是伊有某一种程度的自由。毋过有一个罗马兵24小时一直伫遐告伊，惊伊逃走。所以这个甲伊白做伙罗马兵所穿的战甲，就互保罗一个灵感。就是咱基督徒伫即个世间，袂当什么拢无穿。保罗根据即个罗马兵，就想到上帝所赐全副的武装，即个安尼概念来提醒咱基督徒。即套的武装拢总有6项的装备，但是咱袂当讲我拣几项就好啊。咱爱穿几丝，才会当伫战场内面来活落去。第一项的装备是真实最大来下。军人上基本的装备就是腰带。腰带不但会将衫束互严，看起来袂哩哩落落，看起来腰是挺的，看起来是有精神的，并且这个腰带所指的就是真理。但是咱敢入捌真理？咱敢谦卑来学习真理？有时我会去主日学儿童组，甲遮囡仔分享。但是非常趣味的是，无论是问因什么款的问题，有当时是问到旧约的人物、新约的人物，但是遮囡仔回答拢是上帝、耶稣。但是囡仔会大汉呢，因的信仰会慢慢啊进步呢。毋过咱遮已经信主久久的人，咱若阁亲像囡仔，家己在信什么，拢毋知影，拢讲袂出来时，可能咱即条腰带就安怎已经凉去啊。人看你即个基督徒嘛是两讲。另外，耶稣嘛有讲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若基督徒毋捌真理，就会互真侪迷信、禁忌、传统所捆绑。无法度活出自由、充满信心的生活。第二个装备是用正义做复兴镜来穿。复兴镜就是咱穿伫胸前保护心脏，亲像即马的防弹背心。真言嘛讲着讲咱保护心的迄个重要，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。咱的心会决定咱生命的方向。当咱的心出问题，咱的生命嘛会跟着出问题。但是保罗讲，这个复兴镜、复兴架是正义，但是咱每一个人对正义的定义拢无共款。所以保罗讲的毋是咱个人的公义、正义感，但是安尼咱是要用什么款的正义来保护咱的心呢？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义。
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接受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血，所以咱已经互上帝称作义。这也是咱所听到的因信称义。当我相信我已经互耶稣救赎，魔鬼就无法度欺骗咱，伊也无法度控告咱讲啊，你这无好，你迄无好，哪有可能会当做上帝囝？咱毋免听魔鬼的白贼话，因为咱毋是靠家己做了偌好，才互上帝称作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来称作义。第二，咱家己嘛爱追求公义、圣洁的生活。虽然咱毋是靠行为来称义，但是伫行为的顶面，咱嘛爱非常的注意，袂当阁转去原本迄个黑暗的生活。亲像耶稣有讲，要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即节经文咱真熟，要用行为来证明恁有悔改。爱结迄个果子，甲悔改心来做有共款的迄个程度。第三项是用备办好势的和平的福音作为称。准备好势就是提醒咱爱警醒，随时做好准备。A 是咱出门的时穿伫脚里的，所以这就是在甲咱讲，咱基督徒行大的所在，拢爱带着耶稣用听。互人甲上帝各好的福音去甲人直接，伫即个用冤仇报冤仇的时代，咱会当看见有真侪基督徒用听来对待因的对敌，所以这嘛互咱知影，咱若倚靠耶稣，咱会当选择另外一种的方式，毋免继续互苦毒来毒害咱家己的内心。另外，和平的福音嘛提醒咱。即个福音袂当用强迫的，袂当因为你是头家、你是老师、你是家长，就勉强人来信耶稣。因为既然是和平的福音，咱就应该互人伫平安的内面来接受。第四项是盾牌，即个盾牌是信心，用信心来抵挡对敌耶稣来的火箭。古早的盾牌是用柴做的，然后外面有包迄个动物的皮。伫战士要上战场进前，因会用水将这个盾牌浸互重，然后当对敌射迄个有火的箭过来时，因就摕这个盾牌去抵挡，然后这个火箭拄着这个重重的盾牌，火就发起啊。保罗讲，咱伫抵挡这个魔鬼的攻击的时，咱爱用信心。信就是完全的信靠耶稣。咱若无举盾牌，当魔鬼的诡计一支一支射过来时，咱是安怎？就马上是无命，因为你无信心。但是信心的起造，无亲像咱讲摕悠悠卡去加值比一个，就会当马上就会当加值。信心是对苦难的累积过来的，因为伫你顺利的时，你绝对用袂到信心。但是伫苦难的内面，咱才会当看见上帝带领、上帝祝福，所以苦难会当帮助咱起造咱的信心。第五项是领受救恩来做头盔，用救恩来保护咱的头壳的意思就是，咱爱确实相信咱家己已经得到救恩啊！因为魔鬼真爱用这点来攻击你，互咱活伫迄个无确定，我毋知影讲我敢有得到救恩的迄种模糊的状态内面，并且连资深的基督徒有当时也嘛会怀疑，可见魔鬼的攻击非常的厉害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请注意，虽然咱会做毋到代志，咱有时会行偏离上帝的道路。有时咱的内心有得罪上帝的念头，甚至咱已经做出得罪上帝、得罪人的代志。但是这一切拢无法度阻挡上帝的恩典。当然，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，但是这无阻挡上帝已经予咱的恩典。因为这个恩典已经伫咱接受耶稣的迄个时刻，
永远赏赐予咱啊！上帝话有应允，是天顶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受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所有一切拢无法度切断主耶稣对咱的疼。所以，这个礼物是永远拢袂离开咱的。上尾项就是上帝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伫这剑毋是长剑，伫这是短剑，因为短剑是用来防备的。上帝武器为什么无互咱长的剑？因为即场属灵的征战内面，定定发生的就是咱甲魔鬼伫非常瓦近的时，伫遐来相演，伫遐来搏斗。伫迄当时，短剑才会当发挥作用。上帝话有气力，有效果。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，上帝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来的剑较来，会当插入，甚至破开人的魂、灵甲魂、关节甲骨髓，佫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。伫遮讲插入、破开、判断，拢是在讲咱读圣经的人，咱内心会改变。咱伫读圣经的时，是凊彩读的交差，安尼就好；也是咱真正将这话读入来，互家己的心会当互插入，互破开，互上帝会当来判断咱内心所想的，互咱因为安尼来改变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将咱这归属上帝武装穿起来，咱就会当徛在位条。徛在的意思就是咱会当坚持到落尾。真侪人信耶稣非常的冲动，毋过伫拄着试探的时就马上离开，这就是无法度徛在。但是要坚持到落尾嘛，非常的无简单。所以保罗伫遮提出一项，就是彼此的代祷。伫遮保罗讲，咱着倚靠信心，专心祈祷。定定祈求，就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信徒祈祷。保罗伫遮对祈祷嘛有几项的提醒。第一，就是靠着信心来祈祷，毋是讲咱一定按某一种形式的祈祷，因为只要咱祈祷，只要咱拼空家己，专心祈求上帝祈祷，上帝拢会听。所以有当时咱已经艰苦到无法度用嘴的话来形容咱内心的艰苦的时，咱无法度祈祷啊。但是嘛有话甲咱讲，咱软弱的时，信心嘛有在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怎样祈祷。毋过信心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。第二是讲定定祈祷，毋是需要上帝时才祈祷。第三是敬醒来祈祷，毋是哪困哪祈祷，并且伫还未看见上帝作为进前，咱无放弃，继续祈祷。落尾项就是为着正信徒来祈祷，祈祷嘛爱有听，咱毋若为家己祈祷，咱嘛爱为其他人祈祷。因为真有可能，其他兄弟姊妹，伊伫即时也拄啊在面对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咱信徒教育的基本的教材。所以咱若会使，咱会当将伊背起来。咱这时咱来试看卖，来将伊背起来。帮我回到那个讲道投影片，谢谢。互咱来背起来。第一项是啥？会记得无？犹大。回。好，帮我到第10页，谢谢。好，第一项是犹大，或是用真理在做犹大。真理是啥？就是咱爱对咱所信的爱真确定。好，第二项是啥？好，是护心镜。护心镜就是讲咱爱保护咱的心。这个护心镜是啥物物件？公义是上帝的义，毋是咱的正义感哦。第三是啥？话
和平的话、和平的福音来做话来传，就是咱行大的所在，咱拢爱带着上耶稣基督，互咱甲上帝国号的迄个福音。第四项是啥？信心来做咱的盾牌，咱爱有信心，才会当来抵挡对魔鬼来所射来迄个攻击的火箭。第五项是啥？救恩做头盔，咱爱真实来确信咱家己已经是得到救恩的一个人。上尾项是啥？上帝的话就是迄个箭，吼，即个上帝的话才会当来帮助咱来对敌即个魔鬼的引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将即个背起来，这是咱的全副全书的即个全副的即个军装，咱爱将伊穿起来。若有欠缺，咱祈祷求主来补足咱、锻炼咱。但是咱因为咱面对的是啥？即个真邪恶的关系，咱若无进步，咱就一定会退步。所以咱求主帮助咱穿起来、戴起来即个全副的武装，加上祈祷。祈祷毋若是为着家己祈祷，咱嘛爱为着其他的人祈祷。加上祈祷，咱才有可能徛在话中，坚持到主耶稣过来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手所互阮即副全副的武装，互阮会当借着这的武器，阮会当来抵挡对魔鬼来引诱。主，恳求你引带阮、保守阮。互阮会当时刻来警醒，互阮无因为即个世界的潮流，也是任何的宣传、任何的价值观来摇带。互阮相信主，你甲阮同在。主，你也照着你的神，手术互阮溃力。主，阮恳求你扶持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伫即个时代做好的见证，来见证你是各真各活的救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互人活的就是神，肉体就无利益。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，是活命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。互人活的就是神，肉体就无利益。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，是活命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。三个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83首，圣诗583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建堂奉献，请徐光义长老、高祖安长老、林宗正长老来负责奉献。奉献，请庄博雅执事、林婉莹执事、王恩信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坐。消息报告第5点，为着避免资源浪费，教会送予会友的月历采取登记制，1户1份，请伫今仔日进前第1楼公布栏，也是拍电话来教会登记。第8点，本教会定9月29日礼拜要召开临时互会选举总集，依照本会总集选举办法第6条，本会会员也会用推荐长老甲执事来候选人，但需要经过本会在职陪传员会员20人以上的人数，交予小会来审查。资格通过的列入候选人的名单，印伫选票顶面。本会会员如果有推荐中职候选人，请伫9月8日礼拜进前交予联署书交予牧师，集体关怀。第2点，何志宏弟兄甲陈碧生姊妹定8月31日拜六下晡1点，要伫本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欢迎兄弟观礼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职订正。后周聚会甲后周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昨拜六伫殡仪馆有举行邓妈妈的告别礼拜，所以今仔日我嘛代表因的全家来咱大家来
地下，所以今仔日邓妈妈的后生洪超兄，甲伊的太太也是即个邓妈妈的查某囝静平吼，拢有转来，所以嘛关心嘛多谢咱教会的关心甲带导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这是咱来公道，咱来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各地宣教师，咱嘛为着建堂事工，嘛为着怀孕的姊妹书芳。吼，书芳嘛即礼拜会生产，咱恳求主保守，为着齐云，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肢体。咱嘛为着大院的肢体，亚慧杰吼，亚慧杰伊的遮迄个韧带有去动一个手术，吼，咱恳求主继续看顾。嘛为着方梅姐，方梅姐就是嘉华的妈妈，吼，伊即时伫家护病房，因为迄个胰脏发炎，吼，所以伫遐来接受治疗。咱恳求主保守，会紧紧来恢复健康。那么为着雷文梅姐，吼来祈祷，伊是迄个卵巢的巧克力囊肿，吼，然后做一个手术。那么恳求主保守，互伊的手术了后的复原。那么为着身躯欠满的丁友兄、林水长老、赵荣兄、慧玲姐、民主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道明兄、俊清兄、张老师、龚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互咱开喙为着遮的事，为着遮的肢体来祈祷。为着是心灵优秀的人祈祷，恳求主力保守看顾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。因为阮发现，伫即个世界有太侪物件，阮无法度来掌握，有太侪的意外伫发生。总是主，阮的内心会当有平安，因为阮有你。主，虽然阮无保证袂得到遮个灾难，但是伫苦难中间，你甲阮同行，互阮的心有平安，也互阮伫苦难的中间，搁较来学习信心的起造。主，恳求你保守帮助兄弟姊妹，伫即个黑暗的世代。阮定定会拄着试探甲引诱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立志来跟缀你，无摇错，互你的神甲阮伫地，互阮会当有全副的军装，会当成做即个战场勇敢的战士。主，恳求你也帮助阮的兄弟姊妹，有时拄着身躯的病痛，有时拄着身心的软弱，有时拄着失去亲人的艰苦。有时阮也拄着甲人的关系会无啥好势，有时阮也拄着经济上的遮个灾难。主，恳求你拢保守帮助，互阮无因为遮个来离开你，互阮确信主你甲阮同行，保守阮也因为你，互阮来看见遮个事内面要互阮学习的功课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遮个长期伫疗养的遮个肢体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保守手术的信心。也为着你病院接受治疗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，互因的身躯紧紧来恢复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，阮的遮怀孕的姊妹，恳求你保守遮姊妹，互因伫准备要生产的过程，拢有上帝你的保守，也帮助遮已经得到细囝的遮家庭，互因也有智慧、健康的身躯，会当来养饲因的细囝。主，也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。伫阮做事工，对外遮宣教事工，也得要开始，也遮个建堂的事工，也得一直伫进行。主，恳求你，互兄弟姊妹会当甲你有建立好的关系，互阮会当伫遮事工顶面来三角配合，同心合意。主，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台湾，互阮会当伫即个真细的岛屿顶面，互阮会当有好经济，互阮有好的社会，并且也互阮的遮个同胞会当认捌你。恳求你赏赐互阮智慧，互阮勇气，互会当来传扬你的福音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所有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，互因无论伫倒位，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，互因所传的，互因所做的事工，也拢有效果。
也恳求主你看顾阮的兄弟姊妹，伫即礼拜，阮的学生、阮的囡仔准备要开学，恳求你也赏赐互因有智慧、有好的精神来开始新的学期。主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，互阮也有好的备办心，会当伫暑假结束开始阮的工课，阮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智慧甲听，甲阮的伫阮的内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即时来吟诗399首，圣诗399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